再乾一杯，前奏轉音樂兩個八，得一段八個八，跳兩個方向，有一個間奏四拍，係喺第七面，跳翻去6點鐘開始，有兩個 restart 就喺12點嘅第三面同埋第五面，跳到6點 restart，而 ending 都喺12點做兩個八 ending。好，而家做個間奏四拍，我哋咧變咗12點，做個間奏四拍咧就係行四步，1、2、3、4，咁就喺6點嗰度開始。好啦，而家舞蹈講解，第一個八，開右腳，點前點橫後拼前，點前點橫後拼前。好，第二個八，前後七七七，前後七七七。好，跟住踏踢跳鏡，踏後點，踏踢踏點，跟住橫拼前叉叉，左拼退叉叉，好啊，跟住後前七七七，七七七，嘣嘣，好啦，10字步，前後橫前，點收點拼，跟住開開收收，跳前跳後，好啦，第8個八啦，七七七七七七，行2、3、4，好，而家做 ending 嗰兩個八，就係七七七七七七，行2、3、4，七七七七七七，行2、3、4，跟住我哋一打開手，就係 ending。